车躺倚南洋风，金门百年古厝外，浪漫风格特别显眼。女主人现身，出众的外貌更是醒目。这里就是我的家。来自桃园的舒秀春，因为旅行爱上金门缓慢的步调，决定在这里定居。爬上屋顶看风景是她最享受的事。可惜我的猫没有跑出来，不然它们喜欢在这边赏鸟。感觉自己坐拥天地，对都市人来说是奢侈的体会。庭院里布幔、布沙发、盆栽和讨喜的小物，充满女性元素的布置。原本从事服装生意的女老板，把老房子换上一张年轻的脸。不可能叫我去住那种像古代人住的那种空间，所以我会把它做成我自己喜欢的。它是一条鱼，然后它在吐泡泡，然后后面那个会动的呢就是海草。把自己的居住空间分享出来，得兼顾安全。这里成了金门第一家女性专属民宿。意思是说，你不接男生的客人，情侣可以，情侣、夫妻、妇女，但是一定要女生就对了。为女生特别准备，房间里有全套保养品、柔美花布、小熊玩偶，增添惊喜。客厅里还有指甲油组合，让女生开心。我其实是希望女生的客人来到这边之后，会有觉得好像回到家的感觉。动作七卡木卡，不是声音啊，动作七卡木卡，不是声音，当做自己家里，不用客气。对，这都来自自己在旅行中的需求和体会。投宿者也许只是短暂缘分，却可以传递相知契合的暖意。舒秀春说，这也是生活中很棒的事。在金门这间古厝里，住着一位美丽的客家女子，以她独特的细腻和贴心，和有缘人分享生活的惬意。动作七卡木卡，唔是声音；动作七卡木卡，唔是声音。